昨暗感觉讲，气氛袂歹，搁写台语台语语音的日记，搁传足济足有灵感的。想袂到讲，昨暗是阮翁转来的时阵，就讲要困嘛，气氛嘛诚好，我就甲伊掠铃，甲伊较软软的，互伊较好困。啊，咱就开讲嘛，因为就看 TVBS 啊，看新闻啊，看咧新闻有一寡话题，啊，伊就讲伊是伫政治方面无党无派，伊是诚中立的一个人，伊啥物立场的电视台拢想要看。我就拄仔好想讲，伊就安尼讲啊，我就反正伊嘛想要看哪个列，伊嘛拢有兴趣看，听伊安尼讲，我就讲，咱就莫一直看 TVBS，实在是奥运迄段时间，毋是奥运啦，是拄仔好阮煮下日伊庙的时阵啊，都拢伫厝嘛，就一直转迄 TVBS 啊。啊，无东升就诚烦逐工安尼。我伫伊边仔嘛无法度讲一直带耳机，惊讲伊有意见，我就带耳机听我的手机仔就诚济会当听，因为拢是我想要听的。若讲听一个台语电台，我就感觉讲学着诚济，袂晓爱嘛袂要紧啊。因为我有去学赛事的物件嘛，较袂讲摕空去啊。无袂晓仔就讲你身体活懒活，你的血管啊，你的倒位会中风啊。若讲安尼听的，无一定会愈来愈惊，愈来愈喘嘛。对人生会感觉愈来愈无希望。我就因为有学赛事，我就讲听迄，但是我就有心理准备，就知影讲袂晓伊就是会甲你的身体讲甲做，敢若会当倚靠药仔，伊卖药仔，无食药仔就随时会中风安尼。但是就是阮翁转来的时阵，伊就希望有一寡，就是我甲伊会当讲共同去看电视剧啊，看新闻啊，有话题安尼会当开讲。只是讲我甲伊伫政治的立场有淡薄仔无共，伊就想讲，这一定政府有做啥物歹代，有做啥物亏心事，伊就一直嫌，一直嫌。我就想讲，其实人落伫做代志嘛，无简单啊，足侪困难你用喙讲是诚简单但是就是爱体谅。我是即种心态，我想讲，莫一直讲，一直讲，讲啊无一块好，就一直嫌。所以我是较不爱和伊去讲这话题，但是伊足爱讲，伊就关心。伊关心的话，伊就希望讲，我嘛和伊共款，只是讲两个人哪有可能拢啥物拢共款啦？其实，会有差别啦。我嘛有和伊甲伊讲，我就无爱一直去看迄疫苗啊，一直讲，政府一定是不爱爬啦，要做啥物歹代志，有啥物无好的念头啊，要甲人民骗啦，想要发财啦。我想讲无嘛袂安尼啦。变讲伊希望讲我一直会比伊搁较激动，会使两个一直讲。我想讲，咱若其他的话题啊，赛事即种话题，我是会当和阮翁就一直讲嘛，因为这无啥物立场的问题，伊嘛毋是诚相信科学的物件。伊是讲真甲伊食药仔、补药仔，伊是有相信这啦，但是
伊的思想上都毋是讲会目睭看着伊较会相信，有科学实验的证据较会信到，伊毋是即种人。若讲这话题啊，什物空间啊，什物宇宙啊，就是较有话题讲，阁袂上去，就是观念无共尔。但是若讲到政治方面，当然就是会希望讲莫阁讲啊，会艰苦啦。昨就是我著趁机会啊，想讲伊拢讲伊每一台拢想要看，我著讲你会使讲莫一直看 TVBS 啊，无你著一直看，我真正嘛是，我是其实我嘛做想要去听我的广播电台啊，做一寡我家己的物件。我知影讲，阮翁无介意我想要听的物件。我想要听赛斯的演讲，阮翁是会听，但是伊较无兴趣。伊就认为伊学赛斯一定学甲诚好啊。伊可能我对台语即摆嘛真有兴趣，当地学。伊嘛无法度听台语啦，伊对台语是真无好感。伊拢认为台语毋是伊的语言啦。若有一天这世界无台语，伊嘛无差，伊就是毋是伊的语言啦。变讲我著想讲，大家著做家己有兴趣的代志啊。但是阮翁著足惊讲两个人之间啊，愈来愈远啊，著家己无闲家己的啊。但是我心内想讲，其实我有甲翁反映过即件代志，就是讲我逐工拢看迄 TVBS， 我看甲足神的，因为迄新闻伊著一直讲嘛。当然著一直批评讲嫌小嫌偏啊，讲政府搁安怎。阮翁著足爱听这，讲这著是监督政府。后来我著讲，你会使拢每一台拢看，伊著讲无法度啊，我著是要互因机会啊。但是因著是伫讲政论的节目啊，毋是我挑工的啊。我想讲，其实著是讲，拢伊爱转伊爱看，伊无去讲我想要看啥。就算伊叫我转，我嘛是转伊爱看的。就是我一定讲无法度讲我介意看啥，我著讲袂要紧，我著莫甲伊影响。就是伊爱看啥，伊著看啥。我用听的嘛袂要紧，但是我连这自由拢无，因为伊会讲。哎呀，安尼白当咱两个愈来愈远啊！你著一直听你的，我嘛毋知你听啥，无安全感嘛。你若讲今仔无耳机，咱两个听新闻，至少伊会知影讲我即摆听的是新闻。但是我就是有时阵想要有家己的空间啦，虽然伊是较晚转来啦，所以讲即个时间是较有限啦，但是嘛是。进前就是注意庙搁请假，变讲这时间就是定定做伙。我是有淡薄仔感觉，啦，就是无啥物家己的空间啦。后来煞来就是尾仔，就是当然就是伊著无欢喜，因为这人个性就是安尼，就是讲。伊会讲你找我麻烦，你甲我抢，你甲我吐。其实我嘛毋是即个意思，我只是想讲，我既然就是感觉足烦啊，你会使，你会使想一寡办法，无你著问我讲，无要安怎？我毋是讲不爱互你看，只是我这人著感觉诚烦这物件著亲像讲你看听着台语，你著。阮翁就真无爱听呢，咧转走，无人甲伊勉强。但是即摆是变讲，我感觉神，但是
我嘛爱听，我就会感觉讲，真就是无自由啦。我感觉闲的时阵嘛，爱勉强家己来听呢，这就是真长期的一个问题。阮翁阁想要讲去看我面册写啥，讲我写真有意思。我想讲，到时你阁看啥物都无顺眼，看啥物都讲安怎安怎，阁甲我嫌。我无空间啦，这就是一种空间的感觉啦，就是伊就为着讲我想要了解你伫做啥，你伫安怎，伊认为这是一种爱，但是我认为讲，这就是我去，我就若是两个人拢真正拄好有兴趣，那当然真好。代志都无遐拄好嘛，就是有几件代志，伊诚爱批评政府，诚爱讲伊干倒政府，伊感觉安尼诚好。我就想讲莫安尼，莫安尼伫批评政府，就拄好。咱两个对即件代志是无共款的意见。即个时阵其实就是考验阮的智慧啦。袂使阁安尼做上去，伊就用即种较囡仔人的方式啦，就讲你哪会安尼？我是好好讲，而且我嘛有看三立啊。好，我以后莫看三立甲民视，我就一直笑。伊透死人嘛无看过民视，伊爸去转民视，对民视就是足反感的。就转一个三立啊，讲我即马就 TVS、东森，阁有三立啊，我三台安尼，其实有两个是男的伊就讲伊安尼足公平，伊就是用伊的方式去公平啦，希望讲伊足有道理。伊颠倒会讲你哪会讲着替人洗脑去？你哪会去相信政府安怎安怎？我就想讲，其实人就兴趣无共嘛。系进前若是讨论嘛是会冤家，我就想讲，讲两句就好，莫逐工有异地的时间拢是即种，我就较想讲，即个时间我会使来加听一寡台语的电台听人讲台语会当利用时间因为我可能有家己想要做、想要学的物件，变讲我勉强去听伊爱听的物件，我家己阁无想要听的物件，我就会认为伫浪费时间。我的忍受就是较无法度忍受啦。因为即摆就感觉讲，这足侪资源足侪台语的物件，若加听，其实就加有帮助嘛。就一工一工会进步进步会当看家己看会着反正这两个人翁仔某的代志就是安尼啦，就是大家拢会拄着。嘿啦，即摆伊就足生气的，伊今仔嘛讲生气一工伊就会认为讲我着家误会，家冤枉，找麻烦。其实我的需求就是讲你会使互我一寡空间，莫讲你爱看批评政府的，你希望你身躯边的人就甲你斗阵看，你认为这是一种爱。你为什物袂当互你身躯边的人，伊想要看啥，大家拢莫勉强，就是家己去处理家己的。伊阁无安全感伊就讲安尼袂当安尼愈来愈远，但是叫伊牺牲讲，无你就看一半一半，伊就讲袂当。伊透死人伊嘛袂去看台语的物件，讲变讲拢是对啦，就是讲我实在当然有即种感觉，就讲你嘛无为我讲看我喜看的物件，伊会讲我感觉你喜看即种物件呢，但是就看2分钟、1分钟就转走，因为伊无兴趣，哪有法度看？若讲两个人拢有兴趣，那当然就讲我为着你转，但是伊若有兴趣，就会当。若是讲敢若我家己有兴趣，就转走讲我等下佫转转来，哪有可能？因为伊就是爱控制遥控
转电视的机器啦，转电视的咪啊，伊是甲伊讲有即种物件伫伊手头，伊就感觉有一种安全感嘛。但是我就会感觉讲我实在是吼，嘿啊，到伊无转来的时间，我就感觉足自由，这时间一点拢袂法袂当浪费。但是一转来，我就开始会惊，讲伊阁嫌我倒位房间无整理啦，倒位安怎？阁嫌讲你今仔哪会接电话无接好啊？嘿，就是嘿啦，我就是较袂放松啦。我就想讲，转来可能阁有啥物意见啊？嘿啊，变讲伊转来都像上班，比我上班时间阁较亲像伫上班安尼。嘿，过来就是今仔我想想，可能嘛一年啊，就是我甲小雪写煞，开始写了啊，开始伫社团去搭小雪，其实就是应该是超过一年，就搭小雪即件代志，就已经超过啊。当然，即摆嘛是做感慨啦，就是讲，其实就是爱想互开，就是讲，有时阵有一寡所在就是袂欣赏我就可能无即个舞台，无即个空间，我就毋免讲为着这去艰苦，去看家己无毋免安尼。就亲像写小说迄个世界嘛，其实每一人毋是我一个尔，每一个拢是伫希望大家拢来看伊的小说，但是都无简单啦。每一个拢是，我拢做欣赏，因有遮侪人看，但是因每一个人拢感觉无够，因搁去欣赏搁较厉害的人，搁较厚的人。所以迄个世界就是大家拢无快乐，大家拢敢若有一个两个，就是较感觉讲伊是来交朋友伊写的小说有人看伊就诚欢喜。有时阵讲哪会遐侪人看，都有凊彩写，嘛有即种人少，大部分的人像我共款，就是讲我写甲用心，哪会看的人遐少？哪会大家拢去看别人都遐少人看，结果大家搁去看某物人的小说，都无去看我的小说。无就是讲我去认真去看别人小说，只是讲我写的感想可能就是较无乖啦，因为我迄时阵嘛是有淡薄仔怨妒，讲别人的小说拢有人看所以我迄个时阵就是会，毋是用讲拢是鼓励的，可能就是会讲你的主角安怎嘛是袂批评啦，就是较讲笑开安尼。嘛有人就是会无欢喜，就是讲迄个世界就真侪无欢喜的迄种气氛，就亲像我迄早读书院的时阵内底同学就是较保守，拢希望讲平安过日子，紧来做老师，过安定的生活。就是讲有一个四科位的人，可能就是有无共款的意识。我今仔若我去像讲我即摆有接触着台语嘛，台语的人应该是较活泼啦，因为你讲语言啦，你若讲啥物话拢无爱讲，呀，你学语言就是较困难，语言就是爱一直表达，爱较活泼，较爱行去人群内底，就变讲遐个人学台语人是会较是伊嘛有较交批评，但是嘛较热心。
嘛是上空上芳，就是讲较团结啦，无像讲写小说，写小说就是讲每一个人拢是我的敌人啦，因为伊写到愈好，就变讲我的小说变讲无人去看，逐个拢无闲试出去看比我搁较好的人的小说，所以气氛是无共款啊。语言无啊，语言就是讲，愈侪人来学这语言是愈好，就是推萨是足重要的代志。因为你若讲愈侪人讲这语言，你就会使练习嘛，嘿，就是是较无共款。我就去感受讲即种气氛，啊，我就知影讲，毋免讲。进前我就是讲写小说，讲啊，都无人看，啊，无人看，我可能就感觉讲人生无啥物希望啊。写一个小说拢无人看，都想甲做下，想甲做底。啊，其实嘛无啦，其实你若讲愿意去看别位所在，别位所在有别群人嘛，伊嘛毋知影讲啥物是毕业咯，伊拢毋知影。嘿，但是嘛做一寡代志，甲我可能嘛有淡薄仔有话所在会合。那亲像讲，嘛毋是讲今仔写小说无人看，安尼就安怎？其实无代表啥物。就亲像我高中的时阵，阁有伫私院的时阵，跳人讲，逐个拢无爱甲我做朋友，阁甲我讲甲做歹，拢是缺点。若我斗阵，就是讲我的歹话。啊，其实迄嘛无代表啥物，伊嘛无讲，因为我有即种跳